到我哋咧李洪標牧師，我哋教會嘅顧問牧師，我哋叫佢爺爺啊，係啦，咁等我爺爺回應下阿 Rice 回應下我哋啊。我好想請大家做一樣嘢好嘛？俾啲掌聲我哋頭先兩位嘅講者同埋俾阿 Rice 好嘛？點解要俾掌聲佢哋咧？我唔知大家聽到啲乜嘢。我決定就講8分鐘，即係9點鐘要收聲㗎啦。咁所以請大家咧俾8分鐘嘅時間我。但係我好想話俾大家聽，點解要俾掌聲佢哋咧？咁啊，第一，阿譚美儀牧師咧，佢亦都係本身一個輔導員嚟㗎，所以佢用咗一個心理學啦、輔導學啦，即係等等嚟到幫助我哋明白一樣嘢。如果你想你啲細路仔正常啲，唔該你自己都正常啲嚇。咁同埋咧，你要心同感受啊！其實醫生都講咗嘅，廖醫生都講咗，其實你係需要心同感受，你了解佢諗啲乜嘢。點解佢會有呢一個表現出嚟？你要了解佢背後嗰個 feeling，所以呢個佢嘅感受，佢諗緊啲乜嘢好重要㗎。咁然後當然廖醫生再會用一個即係佢自己個專業嘅角度咧，嚟到幫我哋明白多少少即係點樣去了解。但我最中意廖醫生咧講咗其中一句嘅聖經，就係咩咧？就係話聖靈所結嘅果子，就係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邊個唔想啊？其實邊個唔想忍耐啊？係嘛？邊個真係做到咧？咁呢個先至係最大嘅問題啊嘛。所以其實今天晚上我好想同大家分享阿 Rice 嘅出路咧，就係咩咧？就係佢返教會。分教會咧唔係話180度，好似孫悟空一變咗另一個人。但如果你肯花時間去讀下聖經啦，同埋我介紹多一樣嘢俾大家，就係原來咧，大家留心聽咯，就係我哋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。甚至四面受敵，基督徒咧都有出路嘅。你知唔知我講緊乜嘢？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，甚至四面受敵。你仲有一條叫做天梯，就係頭先阿廖醫生其實都提過下，就係我哋可以駁通呢個天地線。咁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咧，就係要駁通呢條天地線。大家知唔知道要控制細路仔嘅情緒，唔係揞住佢個嘴嘅，俾佢慢慢發下學，咁嗌得幾耐我哋父母好驚所以當佢喺度大聲叫嘅時候，我哋就鬥大聲咯。大家知唔知道其實個問題出自喺邊度？我時時都咁講嘅，我仔有晒我啲衰嘢嘅，咩固執啦，係嘛，硬頸啦，然後跟住咧脾氣臭啦，係嘛，即係呢啲咁嘅嘢喺晒佢身上睇到啊。我啲好嘢係學唔到嘅喎，你係咪好猛憎咧？係咪？咁所以咧，我自己對個仔最大一個嘅做法咧，就係試下咧，一陣間我會同你分享嘅。但我想大家讀咗一節、兩節嘅聖經先，或者你聽我讀啊。呢個係聖經裏邊講嘅以色列啊，你當仰望耶和華。呢個耶和華就係聖經所講嘅上帝啦，因他有咩啊？慈愛，有豐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贖以色列，即係救贖我哋啦，脫離一切嘅罪孽。
今晚我得8分鐘嘅時間，我唔多講呢句聖經裏邊有啲乜嘢，不過你記住一樣嘢，你唔識嘅嗰個上帝，佢係有慈愛、有豐盛嘅救恩，佢能夠救你，你永遠記住呢樣嘢啊！咁然後咧，你就試下聽我唱歌咯喎。頭先講唱歌咧，真係幫到自己㗎。當我自己好猛嘅時候，我一係就聽歌，一係就唱歌啊！仲有幾招嘅，陣間都會講埋嘅。不過我而家首先講我聽歌唱歌先啦。我會祈禱喎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祈禱啊！咁所以咧，我同大家一齊嚟到去做一個祈禱啊！當仰望住你的身，因他有慈愛有救恩，他必救你，脫離一切的罪孽。其實咧，好多時係我哋自己俾我哋嗰啲嘅罪啊，唔想做嘅衰嘢做咗出嚟克制住自己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需要仰望我哋嘅上帝，記住呢個係我哋嘅出路。我今日咧想將歌詞改一改喎。當仰望住你的身，因他有慈愛有救恩，他必救你，脫離一切的脾氣。我脾氣好大嘅，不過我話俾你聽，就因為上帝救咗我。聖經裏邊有一句説話咧，我自己好明白嘅，就唔好惹兒女嘅氣。我以前罰學生，罰到第二日佢包住隻手翻嚟，咁聖靈叫我同佢道歉，但我死都唔肯，因為喺學生面前嚟到道歉咪好瘀係咪？以後咪冇訂企。但我話俾你聽，原來喺學生面前道歉咧，贏得嘅係咩咧？係掌聲。我一路都唔肯道歉，去到最尾嗰堂我道歉嘅時候，我請佢起身，佢竟然話阿 Sir， 我今日冇犯錯喎。我話你唔係你犯錯，係我錯。你曳，我罰你係啱嘅。不過我將佢個怒氣發泄喺你嘅身上，罰得過咗龍，所以就唔啱。各位家長留意一下，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會惹兒女嘅氣，幫唔到佢，不特止，你會令到佢更加唔中意接受你嘅管教。其實當管教嘅時候，我自己有一個秘訣，就係唔好鬧佢衰仔，你又咁樣，多啲講自己嘅感受。試下下一次當個仔曳嘅時候，你話俾佢聽，其實媽其實真係好傷心、好難過甚至咧，我好擔心好擔心，如果你繼續咁嘅話，將來你自己會後悔。試下講你嘅感受，傷心、難過、擔心，多過咩咧？鬧佢，因為聽慣咗啦。所以咧，其實我哋要自我嘅情緒控制唔容易嘅。時間差唔多啦，不過我介紹一樣嘢叫做生命更新3部曲。第一，我成日都做嘅就係肯認錯，肯喺上帝面前認錯。喺我嘅仔女面前，得我一個仔嘅啫，喺我個仔面前認錯，喺我太太面前認錯，喺上帝面前認錯容易嘅，不過喺個仔面前認錯，喺學生面前認錯難嘅。不過認錯真係好好嘅，認錯係解決問題一個好重要嘅步驟。然後認錯完之後咧，你試下按照上帝俾你嘅指示，
嚟到去做啲嘢。頭先講過呼吸，不過我更加覺得重要嘅一樣嘢就係飲下水啊，甚至咧自己衝入洗手間，揸住卷廁紙，攞得幾多就幾多，搓埋佢一嚿，然後煲翻定佢。你試下呢幾招都好使得㗎。即係話我哋按照一啲容易俾自己情緒靜落嚟嘅方法，你控制唔到嘅時候，你祈禱，然後做到嘅時候，你記得歌唱。就好似我成日都講嘅一樣嘢，有一個巴士阿叔喺我隔離擤鼻涕，一擤喺鞋上高，然後我正想鬧佢嘅時候，耶穌嗰句父啊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作的，他們不曉得出咗嚟。原來基督徒有呢樣嘢好喎，聖經時時提點你，提醒我，耶穌講過呢句咁嘅説話，我跟住就同阿叔講，阿叔呢撇嘢你仲愛唔愛？唔愛嘅話，我就罵咗佢啦。點解得啊？因為我有上帝聽我祈禱，幫我咯。最後送大家3個英文字，第一個字就係 A， 第二個字係 B， 第3個係 C。啲小朋友可唔可以幫我讀 A 係咩意思啊 ？A 頭字頭。A 係有3個字嘅，都係 A 嘅，係 again and again。嗱，各位，信仰俾我哋有出路，呢個出路就係你做唔到，繼續祈禱，繼續按照自己上帝俾你嘅方法嚟到去做 rise 嘅改變。其實係不斷喺邊度跌低，就喺邊度咩啊？起翻身，唔好放棄。頭先醫生講唔好放棄，呢個係 again and again。然後跟住 bit by bit，頭先醫生都有講㗎，就係原來嗰個考40分，跟住考到50分，你就要讚佢㗎咯喎。你唔好成日都話衰仔，你可唔可以考100分啊？100分咧，慢慢嚟嘅慢慢嚟，繼續嘅鼓勵，繼續嘅為佢祈禱。記住喎，其實我哋嘅仔女需要我哋祈禱㗎。有個阿媽為自己嘅仔祈禱，嗰個仔先至有改變。不過都祈禱咗30年，你為你嘅仔祈禱幾耐啊？少少就鼓勵佢好嘛 ？bit by bit， 最後一招好耍得㗎，就叫 Christ Center Christ Center 係咩意思咧？用另一個講法叫 WWJD， 就係你試下學一樣嘢。點解要返教會啊？就因為咧，你會跟住耶穌嘅方法去做嘢好似我嗰一次鬧完個仔之後，咁跟住耶穌話：你鬧有冇用先？冇用㗎喎，不如我教你另一個方法啊！結果我跟住耶穌教我嘅方法去做，咁又成功咗喎。如今我同我仔嘅關係非常好，原因點解？原因就係我時時都跟耶穌點做啦，耶穌點做我就點做，呢個就係我嘅方法。所以最後我請大家嚟到去聽我嘅出路。耶和華，我從深處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聽我的聲音，願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。時間嘅問題，我唔多講，所以今日想教大家一個嘅祈禱文。喺大埔嘅大火之後，我用呢段嘅祈禱文嚟到為大埔呢啲災民，而家要重建家園身心靈受創嘅一班嘅災民，我為佢哋祈禱。其實好多時候，當我自己發完脾氣嘅時候，我都求天父憐憫我。你下一次發脾氣嘅時候，你有冇求天父憐憫你啊？或者甚至一樣嘢喎，你嘅仔女發脾氣嘅時候，
你都望住佢，求天父憐憫佢。嗱，我示範一個方法，呢個方法好簡單嘅啫。你好似咧就搭住佢膊頭，實際上咧你都係祈緊禱嘅咯喎。嗱，呢一個叫閃光式嘅禱告。嗱，閃光式嘅禱告係非常重要㗎，你唔使多講嘅，主啊憐憫佢，主啊救佢。嗱，你肯定唔會識唱呢首歌啊，不過我最後都用呢首歌嚟到結束好嘛？仁慈天父，求你憐憫，仁慈天父，求你憐憫。識嘅，我哋試下第三節先加入啦，我唱埋第二節俾你聽。基督耶穌，求你憐憫，基督耶穌，求你憐憫。我哋呼求大能嘅聖靈啊！你未必而家相信佢，不過有一日你試下咁求佢嘅時候，你發覺到佢真係好犀利嘅。因為聖靈所結嘅果子就係咩話？仁愛、喜樂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實、溫柔、節制。你可以咁嚟到呼求佢，我哋一齊唱。大能聖靈，求你憐憫，大能聖靈，求你都用咗15分鐘嚇，係超出我自己所應承嘅時間。好，再一次嘅祝福大家。